摩西对耶和华讲：主啊，我平素毋是会讲话的人，对你甲你的奴仆讲话的了后，也是安尼。我是喙之钝的人。耶和华对伊讲：创造人的喙是水啊，互人下到臭耳人，目睭金青面的是水啊。这毋是我听互我吗？那你去啊！我要想述你口才，敢是你所应该讲的。伊讲：主啊，你合意找是水，就找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发出授气，讲：你毋是有一个兄利人阿伦吗？我知伊是会讲话的人，搁伊当出来行指你。伊一看见你，心内就欢喜。你就对伊讲，用所应该讲的话传互伊。我也要想述你甲伊有口才，搁要教示你所应该行的事。伊要替你对百姓讲话，伊要对你准做喙，伊也要对伊准做上帝。伊的手就抓即个拐仔。来行事啊！请大牧师讲道，下目是上帝赐开啦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第20世纪多开始时，伫英国的威尔士地区有一个信约的福音，伫1年的时间内面有10万的人得救，并且因的信约嘛毋是清清彩彩，因的信约福音伫因的生活甲道德方面都产生极大的改变。亲像真济的酒吧关门，有的欠人钱的嘛紧紧将钱还互人，偷摕物件的贼仔嘛将物件还互主人。社会治安变好，所以法官甲律师都无代志做，就做事办4个去骗死。各会议员嘛无去伫遐追求一寡无聊的政治议题，将时间省落来去参加祈祷会。工人嘛无讲变大，生产的数量比以前加几啊倍，等等遮个代志。伫当时，遮个英国信徒上爱念的，充满伫威尔斯大家小路的，就是这首诗歌，就是咱的圣诗593首。拄着世人知的为你真艰苦，咱是来唱第1节，来。拄着世人为你真艰苦。伊到底只是我心花无路，你所定的文书到行出来听，阮那满心感谢上帝大主你，主的文书你就算着笑，主的文书你减算。真侪人都袂记哩上帝文德，所以伊伫1897年伊写一首的歌词，提醒信徒着爱算主的文德有偌大。这作品会叫艾克赛，伊伫少年的时是一个偷水的迄个做偷水的人，伊定定一面做工，一面来吟诗唱歌，了后伊去学音乐，就加入迄个牧地牧师的布道团。所以，这2个人所做的这首诗歌，诚做毋若是迄当时的人上爱念的一首诗歌，嘛诚做咱现代人真爱念的一首诗歌。就亲像这首诗歌的歌词所提醒，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任务，咱敢袂晓去算小上帝的恩典呢？但是我想要非常需要当彼此来提醒，因为按照咱的人性，在会已经互你由头到面。哪有可能去受着什么恩典？但是咱若互相提醒，咱若会晓去算的时，有可能感情的逆境也无过去，
但是当咱去算、咧笑的时，就会当互咱生出迄个困难。伊咱知影过去上帝安怎咧带领我，咱嘛相信伫未来上帝嘛一定共款会安尼咧带领我。所以我咧看今仔日即段圣经节的时，我就咧想，若迄当时有人提醒即个摩西讲，摩西，你出幸运的呢？原本法老命令以色列的10个囡仔生落来就爱死，若毋是遐敬畏上帝的产婆，伊哪有可能会当活落来的？若人提醒摩西讲，摩西啊，你伫囡仔时倒伫迄个草的箱仔内面，若无上帝保守，一定是互迄尼罗河的酷鱼来咬去，哪有可能互公主捡去，搁做埃及的王子咧？我想人当时有人提醒摩西，无一定就会当互伊伫70几岁时，伫旷野无用的时，会当产生搁较侪信心，会当去面对上帝的呼召。因为其实咱嘛是像摩西，有当时啊，咱无法度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是因为咱不断咧看咱家己的限制，咱就看哪感觉咱家己无可靠。但是咱较袂记哩，上帝会照着咱一点点仔来服侍伊。伫前一章第3章，上帝互摩西看到一个异象，就是刺皮互火烧，但是无刀片的安尼一个现象。我甲伊讲，摩西啊，你一定会出埃及，因为将来你会伫即粒山来敬拜我。所以上帝已经甲摩西讲，出埃及是一个事实，并且你一定会当平安来离开埃及。我上帝佫甲摩西介绍伊家己的名，伊到底是啥？上帝做遐尼济，就是要互摩西看见上帝会做大事，所以伊免烦恼。但是今仔日第一段经文内面，咱看见，已经甲上帝面对面，看见异象的摩西，也无法度来回应上帝，因为伊看的了是伊家己。咱看今仔日的经文讲，看因无要信我，也无要听我的话，因为因要讲上主袂捌对你出现。咱来回想第3章，摩西安怎讲？摩西讲我是啥物人？到现在讲因毋信我，因无要听我的话，才互咱看到摩西所看见的，敢是上帝？毋是，摩西看见的是我，是伊即个人表现。当然，伊即个我，伊即个人无啥好。伫人的眼光看起来，伊不但是一个歹人，会通缉犯，佫流氓伫外面。安尼人哪有可能会当去做上帝的大代志咧？但是上帝无生气，伊互摩西看见啥？伊互摩西看见伊家己有啥？上帝甲摩西讲：伫你手里的是啥物？其实摩西手摕迄支毋是啥物神奇的物件，是伊普通牧羊的时所用的歌仔。上帝讲：你将歌仔迄伫涂骹，摩西迄伫涂骹，竟然变一尾蛇。这蛇的原文毋是普通的蛇，是有毒的蛇。所以摩西一看，惊着紧走开。但是上帝讲，你去掠蛇的尾溜。所以摩西非常小心去掠蛇的尾溜。伊伸手一掠，竟然佫变做原来的乖仔。第二个事情是，上帝按摩西将伊手摕伫胸前，然后捡起来一看，手已经开高。佫将手摕伫胸前，佫捡起来一看，已经好啊。这两个事情看起来已经是非常神奇，但是上帝佫加上一项，这两个事情因若拢无信你，嘛无听你的话，你着对河里来舀水，倒伫礁地，你对水里所舀去的水，要伫礁地变做血。上帝甲摩西指示讲，这两项，因若拢毋信，好，你对尼罗河的水舀一寡起来，然后破伫土骹，这水就变做血。伫这三个这事件内面的蛇、海哥，也是尼罗河的水变做血，有上帝特别的意思。蛇甲尼罗河伫埃及人的心目中是神，因拢当做神明在拜。海哥嘛是迄当时的人看做绝迹，甚至认为是讲神明你处罚你才会得到海哥。若要医治你，嘛只有神明才会办得到。所以上帝用这3物件
就是讲我会当做出恁做袂到的代志。咱看见这三个新约，拢是用摩西手头有的物件行出来的安尼一个新约。为什么上帝要用摩西有的物件来行出这新约呢？目的就是为着要坚固摩西伊的信心。虽然摩西伊家己看家己什么拢无，甚至是非常负面去看家己，但是上帝爱伊知，只要我靠上帝，上帝嘛会使用你有的一点点来产生极大的功效。因为行秘书的是上帝，不是摩西。所以这段新约的经文，毋是伫咱看见这段经文讲，哇，那领神奇，上帝也行，和摩西行遐尼大的新约，毋是安尼看过就过。这段经文嘛，伫提醒咱，咱搁安怎熬，咱嘛无法度熬过上帝。但是上帝竟然拣咱甲伊同工，就上帝其实伊毋免拣摩西，上帝会当差派天军天使来毁灭埃及，带以色列人百姓来出来。但是上帝竟然用遐尼多的精神来装备摩西，用遐尼多时间来备范摩西，来说服摩西，就亲像上帝过去嘛使用咱每一个人所拄着的能力来竞选咱，来操练咱，来装备咱。因上帝拣咱甲伊同工，上帝盼望，互咱甲伊同工的机会中间，会当看见伊阳光显现的安尼机会。但是有当时咱太过注意去看家己的无，就失去互上帝使用的机会，嘛失去看见上帝阳光的机会。我想咱中间一定有真侪人听过安尼的故事，我嘛常常伫学校上4名教育时讲安尼的故事，互学生听。就是咱的姊妹美莲姊妹、美莲博士，有一届伊受邀请到一间学校伫遐演讲。伫会后，这学生伫发问的时，竟然有一个学生问讲：“请问你安怎看待你家己？”这个问题，互在场的人拢非常紧张。因为惊美的博士伊会伤心，也是会生气，但是伊竟然无生气，反倒伊去面对安尼的问题。伊真正捌用笔伫黑板写讲我安怎看我家己，然后回头看伊的观众，然后佫继续写：第一，我真好水；第二，我的脚真长真水；第三，爸爸妈妈遐尔爱我。第四，上帝遐尔疼我。第五，我会晓画图，会晓写稿。第六，我有真好水的猫仔。第七，我有写到遮，全场一片的安静。所以美莲博士继续写，我敢若看我所有的，我无去看我无的。是啊，兄弟姊妹，咱看见上帝安怎使用美莲博士伊有的物件。伊画图，咱看见的图是非常的缤纷色彩。咱看伊创作的文字，亲像有一首诗歌，就是讲：如果我能唱，如果我会晓唱，我会晓唱歌的时，这首诗歌嘛非常激励人的心。咱会当倒去Google这首诗歌，非常激励人的心，非常鼓舞人的心。虽然毋通因为咱敢若一点点咱就感觉歹势，无要互使。因为咱毋是咧相信家己，咱是爱相信上帝。咱相信上帝会使用咱所有的淡薄来行出奇妙的事。就亲像伫旧约中间咱看见，上帝互以利亚先知迄个时代有一个寡妇，伊敢若剩一点油甲面粉。这个寡妇原本伊按算讲，伊用这个油甲面粉做一个饼，互伊甲伊的后生食了后，因就伫遐等死啊！伊原本是安尼计划，但是神以利亚找到伊的厝，以利亚甲伊讲：“你甲我做一个饼来互我食。”迄若是咱，敢毋可能？无啊，哪有可能？我若剩一点油，一点饼，我若做互你食，我甲我的后生是要安怎嘞？但是这个寡妇，伊凭信心安尼做。然后咱分享一段经文，互咱看见一下。这个寡妇甲伊的后生不但无枵死，并且伊厝内面粉甲油拢无欠缺，直到旱灾结束的迄一天。所
所以咱看见上帝在使用咱的祷告，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献上你的祷告来互上帝使用，来互上帝正大事的？但是咱看到经历上帝所讲，遐尼大，会当互摩西行300个新野了后，互伊会当有机会，而且以色列人证明上帝甲伊同在，上帝咧照着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安尼计划时，摩西伊完全热心，伊甲上帝讲啥？上帝啊，我平时毋是晓讲话的人呢，对你甲你的老婆讲话了后嘛是安尼，我也是袂晓讲话，我是喙齿笨的人。对遮看出，虽然看到伊会当行300个新野，照着上帝手所的规律，但是伊嘛是感觉看伊家己是一个憨慢，无法度做，无法度去回应上帝呼召的人。伊感觉上帝你虽然我很甲我讲遐尼济，但是永远无法度改变遮一切啦。因为我就是一个袂晓讲话的人，我哪有可能去说服以色列人咧？咱毋免怪摩西的小信，因为你面对关于性命呼召时，要做选择真正是无简单。伫前一章我有讲过，上帝呼召人，毋是呼召咱去享福的，反倒是呼召咱去经历一种可能互咱感觉真重担，甚至是艰难的安尼一个开始。亲像伫旧约中间有几啊位先知，因为面对呼召时，嘛是非常的犹豫，甚至是拒绝。咱看咱所真实的约拿，伊了后伊去做先知，是不得不上帝掠倒去做先知的呢。伊才会去尼尼微城伫遐传上帝悔改信息，伊原本无要去的。咱看先知耶利米，伊伫老母的腹肚内面就互上帝拣选。但是，伫伊长大了后，伊安怎甲上帝讲？上帝啊，你看我袂晓讲伊，我是囡仔。其实上帝呼召伊时，伊已经毋是囡仔，但是伊感觉责任太重，所以伊用伊的年轻来做一个理由来提示上帝。但是咱看上帝呼召人，敢毋是看即个人的资格？毋是，因为做工的是啥？是上帝，毋是即个人。所以上帝毋是看一个人的年龄、资历、背景，像阿伯拉罕和上帝呼召离开故乡的是几岁？75岁。先知撒母耳是囡仔的时，就和上帝甲伊讲话，和上帝呼召。摩西和上帝呼召的时，已经是80岁。可见咱认为真重要，会当成做理由去拒绝上帝这个物件，伫上帝眼中看起来，其实根本就无算做是啥物。所以讲到这，上帝有淡薄仔生气安尼。上帝讲，创造人的喙的是伊嘴啊，互人下到草耳，人目睭紧痴眠是一嘴啊，这毋是我吗？带你去啊，互你守住你口才，假是你所应该讲的。上帝用伊是创造主的角色来回应摩西，并且指责摩西竟然将伊拒绝的理由，伊袂晓讲话，将这个责任送互上帝，讲上帝你的创造，你创造的这个人有缺陷办法。但是上帝虽然生气，但是伊嘛怜悯摩西的软弱。伊讲着讲，到时阵伊会来指示摩西，讲出伊所应该讲的话。但是无想到摩西第5天来拒绝上帝。主啊，你合意找一罪，就找伊去吧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除了我以外，上帝你去找啥，你就找啥；除了我以外，所以上帝真正生气啊！上帝讲，敢你翁仔利未人阿伦吗？我知影伊是会晓讲话人，你就对伊讲，因所应该讲的传互伊。我嘛要守住你甲伊有口才，佮假是你所应该行的事。上帝甲摩西保证，无论伊提出审判的借口理由，上帝拢有办法来替伊解决。所以去啦，你无阁有理由啊，无阁有借口来拒绝啊。真趣味的是，摩西拒绝上帝理由，伫现代嘛定定会听见。你邀请家己姊妹参与学习时，会得到回应是讲：哎呀，我啥物拢袂晓呢，你唔通来找我啦，而且人。真牛呢！嘛有个人讲，你去找某某某迄个人，伊无去上班，应该有时间啦。
可能摩西甲咱同款，拢有这样的软弱。但是这段经文嘛教示咱，当上帝呼叫咱若愿意，伊就会替咱解决咱所有的问题。这我想起基甸的故事。伫史书的时代，上帝呼召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。一开始，基甸拒绝的理由是啥？爸啊，我要用生命来拯救以色列人。看我的家是玛拿西中间第一顺中的，伫我后爸的家，我是第一细汉的。伊的问题是啥？无钱，无人脉，安怎叫？嘛叫无人带出去来战争，来对这对敌。无毋对，这是伊的现状，就是无钱无人嘛，无人要插伊嘛。但是呼召伊的上帝安怎讲？我咧甲你记得，你要拍米甸人，亲像拍一人共款。但是即摆咱知米甸有偌济人嘛？当基甸回应上帝呼召时，上帝叫伊干那带300个人去拍败米甸的军队135000人。所以咱讲伊上帝的数学甲咱的数学实在是无共款。咱人拢是看咱有偌济，咱会晓心意来决定咱是毋是有路用。但是只有上帝伊使用咱一点仔，甚至咱的无来成就伊基督的大事。所以咱信耶稣的人，毋免活伫世间的价值观来证明咱家己。咱来依靠的是上帝敢有甲我同在。当上帝甲我同在，伊就会解决我所有的问题，并且守护我到命的对待。若尾伫这段经文，伫第4章有一个真歹解的一段经文，就是24节到26节。当摩西决定伊要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伊就甲伊的牛人3时，带全地转去故乡，就是转去伊埃及的厝里。伊努力，伊拄着安尼一项代志。伫经文讲，摩西伫努力伫客店，上帝拄着伊，要互伊死。这波拉就摕一块大石，挂伊的囝养物的皮，撇伫伊的骹前，讲：你是我配的丈夫。上主就放伊煞，互伊人讲你是配的丈夫，因为到尾的缘故。真奇怪，上帝为虾米拣选摩西，现在搁要杀死伊咧？有的人讲这段经文有可能是因为摩西生落来时伊无受绑架，所以上帝要杀伊。但是安尼解说较无可能，因摩西的爸母是利未人，利未人对上帝律法上了解、上遵守，因知影以色列人是用绑架甲上帝立约，所以因无可能无替摩西来行绑架，并且当摩西倒伫迄个草仔边的树仔内面，是迄个公主的女婢捡着摩西时，伊一看就知影这是希伯来人的囡仔，所以证明摩西伫细汉生落来第8日就按照律法有行绑架。所以摩西本身是有绑架，而且上帝哪有可能因为呼召摩西了后，佫用这个理由要来杀死伊咧？所以佫较有可能的是，因为摩西自细汉入王宫，受埃及的教育，所以绑架的意义对伊来讲毋是遐尔清楚。虽然伊丈人是米甸的祭司，但是因对上帝的信仰有可能是淡薄的走进。所以米甸人无替囡仔行绑架，所以摩西后生也无行绑架，并且因对上帝明白嘛无遐尔侪。所以虽然摩西已经伫丈人的厝里住一段时间，但是伊竟然毋捌上帝的名，伊佫需要上帝来奉伊来做祖母介绍。所以真有可能的是，当摩西伊要倒去埃及执行上帝的命令，这是非常大的代志，非常重要的代志，因为摩西要成做领袖，伊就爱对上帝明白非常清楚。但是伊要带伊的囡仔倒去埃及，伊的囡仔无行绑架。这种看出讲，虽然伊回应上帝，伫表面有行动，伊要转去，但是伊的内心对伊所领受的使命，毋是遐尔重视，所以上帝要杀伊。
下哩有个人嘛讲是摩西着重病，严重到得要死，安尼讲法嘛是有可能，因为以前的人拢认为人会破病是因为上帝在处罚。但是我想讲的是新法的讲法，互咱看出上帝喜爱的人的服侍态度，是咱爱清楚家己服侍目的是啥物，并且袂当用这种随便的态度去服侍。因为其实上帝无需要咱来服侍伊，只要愿意，上帝什么人拢会当需要。但是就是即时，即个摩西太太西波拉嘛，毋知影为虾米突然间有安尼一个想法，伊后生无惊到尾，就用一块奶石，马上挂囡仔的羊骨的皮，贴伫摩西的骹，骹是较舒服的讲法，其实是讲摩西的生殖器官、生殖器官，而且讲你是我配的丈夫。西波拉安尼做了后，上帝甲放摩西煞，所以而且有特殊的意义，就是用伊后生的血来换摩西的性命。所以这段经文虽然真歹理解，我安尼讲了后，可能咱嘛无啥理解。伊上咱无法度测度上帝伫想啥物，我只会当尝试用遮会甲因家因的讲法来甲咱来说明。但是我认为这段经文更较重要的提醒是，无论伫埃及做奴才以色列人，也是伫旷野阿伯拉罕的后的以色列人，因拢已经袂记得立约的重要。所以上帝借着安尼事件，重新甲摩西立约，因为伊是上帝要使用的奴仆。所以这嘛是对咱一种提醒，你甲上帝敢有立约？我讲的立约，毋是洗礼那尔。咱嘛莫想讲，咱的家族、咱的家庭拢是基督徒，我就一定是立约的基督徒。因为你的阿公阿嬷、你的老爸老母所立的约，拢是因家己的约，立约是无法度来依传互你的。并且咱活伫新约时代的基督徒，咱嘛毋是用刚体来甲上帝立约的。咱我配是啥？咱我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因为伊血的特殊，互咱每一个人会当针对上帝的百姓。但是咱袂当无重视安尼一个身份，咱袂当凊彩来面对安尼的身份。因为上帝毋是看咱来做偌久的礼拜，上帝嘛毋是看咱有抄偌济圣经，有参加什么款的聚会。上帝看是啥？上帝看的是咱敢有尊伊做大。咱敢有勇敢领受伊伫咱信仰中间所藏落来答应的目标？盼望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来